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越南的新二代除了伫个台湾之外，还阁有一群囡仔是伫个越南读册大汉的。1996年，伫个胡志明市的台北经贸办事处，经过多方的努力，伫个当地创办一间台湾学校。逐工早起升国旗、唱国歌，有的学生是当地台商的囡仔。 有的是台湾甲越南跨国联姻的第二代，最近这几年来，嘛吸引到日本、韩国真侪家庭，甲囡仔送来遮，希望囡仔自细汉就开始来学中文。随着越南的经济快速兴起来，这间学校特别注重中文、英文甲越南语的教学。学生除了吸收到各国的经验，嘛透过互相的学习甲竞争，开拓眼界。 早时7点半，胡志明市台湾学校校长徛伫门口迎接学生囡仔。有的囡仔还阁爱困，因透早5点就起床，坐2点钟的车对平阳港抢到胡志明市，因为这是过越南唯一一间台湾办的学校。 甲一般的台湾学校同款，早时时间播送国语歌，嘛有教台语歌。唱歌跳舞之间，有的囡仔跳舞写舞嘛对咧学，因有2成左右，拄入来时阵，无啥会晓讲中文。 好亲像小学联合国，遮的学生除了台商的子弟以外，也有不少学生家长是外派来越南的外商干部。那欧美企业跟韩国、日本企业对于全家夫人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他觉得说，一个家庭在这边，对于工作者，不管是父母亲的工作者，会非常安心的、全力的在这家企业去支持。 校规礼仪连体4个字，就伫大楼的外墙，所有课本对台湾海运过来，上新课纲12档国教，这个延伸到高中，依照台湾制度的，也有每工的升旗典礼。这是越南唯一会当升台湾国旗的所在。共产体制国家越南政府会当特别因此，是援助台商30档来努力，透过经贸交流，跨越政治鸿沟。每当双十国庆，台商就伫台湾学校大会合。 看到大国旗进场，当年伫海外台商目眶拢红起来。为着让囡仔无忘本，1997年胡志明市台北经贸办事处伫台商的协助，筹造这间台湾学校。政府经费无够，台商就募款集资，出钱出力，将校舍一栋一栋起起来。经过20多档的融合，台商伫越南落地生根，听伫这的囡仔增加真侪台湾爸爸、越南妈妈的新二代。我在家，我跟爸爸会讲中文。 那跟妈妈的话，可能就是2个语言一起讲，就是粤文加中文。像林诗云安尼，伫越南大汉的新二代袂少，因伫越南接受台湾的教育，多数利用寒暑假等于台湾看阿公阿嬷。台湾对因来讲是一个无共文化视野的第二家乡。因当中有8成依然希望等于台湾读大学。你厉害的地方语言吧，还有我在越南就是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对，我可以跟他们分享啊。回台湾读书的话，你可能会担心什么吗？因为我们在这边其实真的就是课业压力，就跟台湾高中生比起来，课业压力真的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大。对，所以会担心就是学业上面的表现吧。事实上，愿意看海到越南教书的台湾老师并无多，教学丰富性嘛不比台湾。
这是真侪台商无愿意互囡仔对来原因之一。这边的孩子，他的生活的环境都是那个越南文，然后他的看到的、出去的、使用的生活化的东西，像那个钱币各种东西，都是越南的部分。还有很多大部分的妈妈都是越南籍的妈妈，对，所以变成他的母语也是。所以在有时候在读写方面就稍微就比较弱一点。如果小朋友这边就学的时候，未来回到台湾，他的教育上竞争力会产生问题，这是唯一台湾的父母一直放不开的，因为他觉得我终究小朋友还是回到台湾。可是欧美国家来讲的话，他们最后面他不是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小朋友是未来去全世界去工作跟做不同的挑战。林志明被外派到越南掌管国际酒店，将家己的囡仔嘛带来到越南读书。伊观察到这几冬有真侪欧美、日本、韩国的家长故意互囡仔读无共国家的国际学校，尤其是韩国生伫台湾学校的比例特别多。爸妈都是韩国籍，都不会讲中文，但是从小我们韩国有几所华侨学校，然后我爸就觉得以后的中华文化会有一个发展的可能性，就把我跟我二姐都送去华侨学校念。随着我爸妈的工作移到越南来，从小学3年级开始在这边上学。他们不太希望我就是只知道韩国这个文化而已，就是希望我能知道其他国家的文化。然后生活在越南的话，就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就是这里商人很多啊，所以就是各种国家的人都有，所以我可以。全图号已经考到台湾的国立交通大学，虽然也有其他的大学会陆续放榜。伊希望将来做工程师，精通中英韩越4个语言是伊的优势。台湾公立学校无共外暑假英语、越南语，每礼拜有6节到10节课，校拢会当看到这中华英3个语言。学生学到那是语言的基础，大部分拢是这课本所写文化融合，而且每天拢会当实际体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不管是学生的互动或者是我们的教师的教学要越来越国际化，因为我们相对。我们四周通通都是国际学校，无形中教育国界的这样的视野呢，胸怀就要在我们台下来萌芽。这里是哪里？这是加拿大学校。胡志明市国际学校这条街，除了台湾的学校，也有加拿大、日本、韩国学校。周边是各种无同的国际幼儿园，搁较远的另外一区有美国学校。教育的国际化竞争无输台湾。近年来，台湾高中毕业生到越南读大学的比例一直升悬。以澳洲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胡志明分校来讲，台籍学生已经增加到20多个人。爸爸在这边工作，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所以就来这边。就是来新的环境看看这样。对，我是因为我的爸爸就是跟他爸爸有认识，所以就是因缘际会下介绍。我没有上过台湾大学，所以我还不知道台湾大学上学的感觉是什么。但是我这边上学感觉是，你真的要用功，然后因为可能旁边都是越南人吧，然后我也不想要输。就惊成绩歹，剩家己的面子，嘛输掉国家的尊严。伫海外读书面对是各个国家学生的竞争，但是嘛因此因连接到无共国家的文化，开拓视野。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的朋友圈里面不再只是台湾人，就不仅限于台湾人，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国籍。然后我们的朋友们可能会是斯里兰卡人，或者是法国人，或是越南人，或者是很多韩国人啊。认识其他人，当然就会有更多其他的机遇，就是你会有不一样的机会可以去拿到你的就是工作啊。对着未来，因已经有了拿到。我们路毕业了后，想要到各国去看看咧，才去回来越南工作。为换算找到家己的兴趣，所谓设计，无论伫越南或者台湾，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对伊来讲已经无国界之分。这款的少年人伫越南胡志明市愈来愈多。我的所有的部门主管全部会讲英文。台湾的同仁，你要面对的是国际的所有的人才的竞争。那有的时候你会看说，
像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抱怨说，为什么我领的比香港人低？可是你有没有想，为什么你比他领的低的原因是什么？那为什么你领的比越南人高？那越南人的能力真的比你差吗？也不一定，对不对？接着大家回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到台湾，你跟那些外资系，大陆要讲大陆。对竞争力来看，台湾超过23%，拢是大学以上学历。越南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只有占全国人口的9%。平均薪资，台湾大学毕业生是28000，越南是相当大票1万。虽然台湾较优势，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伫外资加速器的推动下，规动了后，彼此实力会如何消长？台湾之间会出现什么款的变化？